就我本身就喺嶺南大學讀緊 social science 啦，咁但係我一直其實都係希望讀翻歷史系嘅，咁所以其實我入去嶺南大學嗰一刻，我已經知道我要 retake DSE， 跟住然後redo， 跟住然後就再入翻去歷史系去讀，咁所以喺報 YV 嗰一刻，其實我已經係申請咗報緊即係 retake 緊，準備緊 retake DSE 啦，咁佢哋即係 YV 都即係 CDIA 都。特別係陳太其實同我 interview 嗰陣，跟住佢見到我咦咁中意讀歷史系，咁中意歷史嘅，咁但係因為我嗰陣我自己讀緊 social science 啦，咁我又諗緊其實歷史係你可以做到嘅嘢，即係工作上嚟講，好似嚟去都係有冇得揾都識㗎？係咯，大家都知道啦，黑食準備出嚟揸兜啊嘛，即係難聽啲講句。咁我好似都唔使體驗。即係唔使體驗做歷史教育啦，都係呢啲嘅啫。咁但係阿陳太就唔得捉住我就話，其實即係除咗做老師教書之外，即係歷史其實原來有好多唔同嘅出路。咁然後就甚至為咗我真係去敲門去國史教育中心啦，咁就去問佢哋可唔可以即係提供個機會俾我啦。咁然後依家 so far 我喺國史教育中心即係做完 internship 之後咧，其實做過 part time， 直到而家做咗2年。哇，非常之好喎！我覺得其實就好似我當初嘅情況就好似依家就係我唔知咩係哪吒講緊啲乜嘢，我亦都唔知道歷史係除咗教書之外，仲有啲乜嘢出路咧？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好希望就係即係如果各位都係可能每個行業嘅專業人士啦，其實可以將你哋行業嘅一啲真係資訊，譬如話好似我咁樣，到底歷史有啲咩出路呢？點樣去做歷史呢？點樣去研習歷史呢？研習歷史嘅態度應該係點樣呢？呢啲咁樣相對上比較專業性嘅嘢，呢啲係我哋年青人未必有嘅一啲資訊差嘅嘢，係希望可以喺實習期間係可以學得到嘅嘢。好，thank you。